特朗普真係兌現承諾，喺2026年嘅5月份，5個大樓、NASA 同埋 FBI 嘅 UAP 絕密檔案正式大曝光。今次流出嘅官方文件內容直情嚇死人，入面包括咗阿波羅登月任務嘅神秘紀錄、希臘鑽石型飛行物，甚至仲有被稱為索倫之眼嘅橙色發光能量團。由1947年羅斯威爾單嘢軍方24小時內改口，到1997年上萬人集體目擊，遮住半個天空，仲要完全靜音嘅鳳凰城巨大三角形，再到2004年美軍戰鬥機攔截一個喺幾秒內由8萬英尺高空急降到海面，完全無視人類物理定律嘅物體。美國政府喺過去70年，由一開始嘅隨便解釋話係氣球啊、照明彈啊等等，到而家變成沉默，再變成唔再刻意隱瞞。點解態度嘅轉變會咁突然嘅呢？有陰謀論認為，美國一早就知道外星文明嘅存在，只不過係從來未準備好公開。因為呢一個真相一旦真正確認咗，人類嘅歷史、宗教、科學，甚至係成個人類文明觀都會被徹底改寫。到底外星人嚟地球係為咗資源啦、觀察啊，定抑或係監視呢？直到今日，科學界都仲未擺出真正嘅決定性證據。關於5月份嘅解密檔案，我已經做咗一條詳細嘅影片，大家可以點開條 link 去睇一睇。